在一百多年24年講到，佢設計係啥？耶穌佢設計，比設計人民嘅罪惡，在佢嘅身體嘅啲，在十字架嘅，為了乜嘅呢？為了設計每隻人是在罪惡嘅方面，設計得到對嘅人啊，透過佢嘅變相，設計嘅心中的符號，嘅保險。在十字架嘅親像自家嘅心中，親像自家嘅罪惡，透過佢嘅變相，自家嘅身體，自家嘅心中得到醫治。啊，在詩篇嘅103第3節樣講到，因為佢原諒自家嘅錯，佢原諒自家嘅罪，佢醫治自家嘅病，醫治自家嘅心中，因為在十字架嘅佢擔了自家人民嘅罪惡，在佢嘅身體嘅啲，是在十字架嘅下。佢講隆重結束了，人民嘅罪惡結束了，嚟曬相信佢曬得到呢一個生命永久嘅生命，阿門。